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一开始，咱来关心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因为咧做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嫌贪污受污洗，目前防收押。若牵涉这个案，土地变更开发，也有关系的前台塑集团总管理处的总经理杨兆麟，因为伊90岁昨昏开第4届羁押庭，法官尾是裁定，予伊以1500万交保。另外一个案，这是郑文灿的子弟兵，民进党的桃园市议员张兆良，是涉嫌关说一件违建案。即马检方调查了后，昨昏赶快予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民进党同市议员张兆良17因为涉及违建关系案件，和桃园地检署带回侦讯。检方所查的服务处总共带回5个人，张兆良也和检方申请羁押。这边涉及的关系案件，就是为着这间龙潭区的超商，18早起这间超商的玻璃门大单写暂停营业。在这边停的。有没有说停多久？没有。根据了解，地主进前向张兆良定情，希望卖被列入 A0的违建，因为若是被列入就要随报随贴。张兆良敢若是斗相共关系道理，迄当阵还阁伫咧起的建筑物无被贴，厝边还阁做互人开超商。根据土地使用分区，这个地其实是都市计划农地，最近3年被连续加重处罚，地主本人也被加罚6万。桃园市政府讲，将会依照现地违建分类，按照审书安排拆除。他是在担任市政府的市政顾问期间，的涉入。那我们还是一秉以前的原则，就是勿枉勿纵，尽早水落石出啊。我们尊重司法。受到郑文灿市长的肯定，延揽担任桃园市政府顾问的工作。张兆良是郑文灿的子弟兵，伫咧被册入来起诉的期间，敢若是进行土地关系，伫18案被收押。郑文灿涉嫌伫华亚科技园区市地重划案件收钱。主导这件重划案的被告已经90岁前台塑集团总管理处总经理杨兆良，法官伫最近裁定1000万交保，2遍被撤销。桃园地方法院伫昨再一遍开羁押庭。因为考虑杨兆良年岁有啊，而且身体健康无啥好，裁定150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官司，这是新竹的德北车路破空这个案，即马检方是查出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替丰益建设复工，即马予检方起诉。不过杨文科伊强调讲，复工停工拢是依法办理的。另外，检方嘛查出新竹县前公务处长江良燕，伊的厝内有上千万来路不明的现金。也若新竹市长的高虹安，伊伫立法院助理会这个案24个时就要宣判。也若高虹安有对外强调讲，伊会先甲事情做好，伊袂失职。含议员互动亲切，新竹县长杨文科伫10岁视察湖口高中校舍的工程，虽然伊伫德北天气案牵涉贪污何项丰益建设方起诉，杨文科讲，丰益案的复工停工拢是依法办理，公共安全优先。我们都依据法令的规定，都有按照我们的一些新竹县建筑物的争议的原则的方式来办理。所以也都是以会不会影响公共公权安全之余的状况之下来考虑，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施压。检方讲杨文科涉嫌施压迄阵的公务处长江良燕，传出伫江良燕因厝找到一本总保图，照线索伫徛街甲因某台中的徛街这所在，找到2000万不明来源的现金。江良燕伫10岁上班，无爱加讲话。若杨文科这礼拜用起诉，拄后礼拜24，就是新竹市长高虹安立法院助理会官司的宣判时间，引起外界联想。高虹安讲，尊重新竹县政府甲杨文科回应，伊目前是市情优先。觉得在这个活动跟行程上面，才是我身为一个市长最重要的事情。我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市政都是如常，都是照旧的，所以我一定会把市长的职务做好，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最近外口有人咧风声讲高虹安可能会是一棒手，不过高虹安讲，迄拢是乌白讲的。对伊家己本人来讲，伊真无想要去回应这寡乌白讲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伫昨昏公布控制署大选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现金的收入和支出。
上侪的是赖清德和萧美琴收入和支出拢超过5亿，上少的是侯友宜和赵少康，敢若收到2亿，支出要挖2亿。也若郭文哲和吴欣盈的政治现金剩上侪，开刷了后剩6000多万。我们守住了民主，也守住了胜利，对不对？第16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由民进党赖萧培胜选，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发表当选感言，回顾这场选举，哪日白拢步速进展。这场选举为印文宣到挂看板，还有举行大型的造势晚会拢爱开钱。民众党郭文田也讲，2024顺利总统大选有20万人小加捐款。2024有总统大选，听过说我们去跟财团募什么钱吗？没有啊。我们竟然靠小额募款可以打总统大选了。我后来查过，我都没有跟你讲我们的机密。我们捐款有20万人的。根据政治献金法，对同一个候选人当年捐赠总额个人袂使超过台票10万，公司是100万；对无共候选人捐赠个人袂使超过30万，公司行号是200万。监察院18嘛公布2024大选候选人的收支申报，在收入甲支出方面，上侪是赖清德甲萧美琴突破5亿，上少的是侯友宜甲赵少康收入差不多2亿，支出1亿9000多万。郭文哲甲吴欣盈是政治现金核算村上侪的候选人，有6000多万。我们不像蓝绿2大政党家大业大。所以，我们每一笔钱呢，都是花在刀口之上哦。结余款的部分我们未来也会遵守监察院的规定审慎使用。侯友宜市长政治现金1亿9千多万，那大部分是用在文宣相关，结余约600多万元。就我了解，侯友宜市长之前有规划捐给党中央为主。民进党回应，所有政治现金拢依法申报，剩下的部分会用在公共甲公益使用。内政部是讲，已经依法登记为候选人的人，无论当选还是落选，所收的政治现金，若做有剩，会当伫申报日了后4年内，做支付当选了后，甲伊公务有关的费用，捐赠政治团体也是伊所属的政党使用。4年内若做无使用完，就应该办理缴库。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是高温加烧热，而且今仔日是透东南风。咱来看云图，透过云图会当看到台湾天顶拢无云，今仔日同款热翕翕。因若伫遮方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不时拢会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过头了后，伫各地头的山区，也有西半部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家己以南山区是爱说是短时间来降降雨。温度的方面，高温普遍是伫34度至36度。今日伫大台北、桃园、中南部拢有出现37度以上高温的机会。气象署有针对18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伫新北、台南甲高雄是红色的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因若其他14个县市拢是橄榄色的灯号，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只有南投是黄色的灯号，今仔日全台湾拢真热。目前伫南海有热带系统，即马正在发展。气象署就表示讲，可能伫即个拜六礼拜就会结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也是风台，有可能会往北行，扫过咱的东部。严格气象署嘛强调讲，要等风台形成，才会较知影对咱台湾的影响。日头正炎，天气也是正热。伫即马伫咧南海有2个伫咧发展的低压，其中一个向海南岛的方向山顶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另外一个是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压系统。目前规个系统还佫伫咧整合，估计伫咧拜六会发展成这热带性低压或者是风台。那它未来的一个动向上的话，大致就是会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的东退或北移所以它也会有开始往西北方向移动的一个趋势。所以估在下周2、下周3左右就会来到台湾东方的海面。北上之后呢，距离台湾有多近，还有它的一个强度，就会左右下周台湾的一个天气形态。气象署预测，自礼拜日开始，受到南方水气影响，台东甲南部地区开始有无定时降雨。估计后礼拜2到礼拜3，受到风台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
东北部的雨会较明显。民间的天气公司分析，热带系统抑搁伫咧一开始发展的阶段，世界各国对于未来的发展情形看法不同。甚至在部分的预报有看到说直接朝向台湾而来，但是在现阶段的预报的资料来说的话，因为这个系统都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来说，这些预报都还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空间出现。天气分析师讲，对这摆预报来看，热带系统有可能会经过台湾附近的海面向北平刷，但是无确定性犹原正悬，可能要到拜六才会较明显。自后礼拜开始，天气无确定性悬，民众会当事先做好防淡水的准备，会依照天气的变化随时做调整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越南南韩连日咧落大水雨，包括首尔在内的一寡城市受大水雨的影响露出灾情，嘛有造成一个人死亡。越南南韩政府嘛有疏开1150多人。伫咧蒲州附近的农场，雨满起来溪水规拢淹去，只个村几座幼灾，农作物损害树仔岛厝淹水。끝났죠. 뭐 한번 수해 옛날에 그 98년대 수해 당해가지고 그 생각을 해가지고 막 그 트라우마가 있어가지고 비만 오면 막 겁나고 물이 막 차오르니까 너무너무 겁나요. 东山区蒲州有人无法度出来，救援人员在树林船入去甲人救出来。十八全国真侪所在降雨量超过300毫米，首都圈的交通运输暂停，包括首尔在内几多个城市发雨加大水直播，因为道路安全，高速公路一个29条溪便桥拢封起来。 일상생활에서는 미리 뭐 준비하거나 일기예보조차도 아무 소용이 없고 내 예감도 아무 소용이 없는. 空中的交通也受影响，江原道2天内落400毫米的雨量，仁川机场航班大乱，25班飞机取消。南韩每年7月是黄霜啊雨的季节，不过伫最近这几年一直出现极端天气。总统尹锡悦认为这是气候变迁的结果。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梅雨季节可能也会拖真久，各单位将为上歹的情形做好准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家乡亲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金管会有发布金融业的零信任资安参考指引，建议金融业6大领域要优先来做，包括远距离办公、分段的欠取资料者的新制度是针对资安的防护，做甲要求更加严格，由过去的点要扩大到全面。 即马是部分内外对内部的治安的规格，嘛爱比较对外部同款。金管会强调讲，所有的零信任，就讲较白的，就是拢袂使信，拢袂使甲信。爱用上界严格的标准来检视进入系统的人，无论是员工也是外人，治安的标准拢爱抓甲更较严。 来看联合报，交通部去年6月底时有修改严重超速的危险驾驶的规定，对超速超过60公里，即马是抓甲更较严，超速超过40公里，就算是驶伤紧的危险驾驶。修法满去年双北严重超速有比去年同期增加4.9倍，阁有民众伫同一个路段逢连续罚13届，罚金15万6。 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长杜英态度表示，有计讲伫今年到2026年，政府会增加200个两会的专班。若对8月份开始，公共化幼儿园嘛会试办临时照顾服务，要来建立更较有春秋空间的制度。 因为伫幼儿园内底嘛，不时拢会传出风声有教保人员甲囡仔体罚，所以即马台南市的教育局就有定出教保服务机构自主管理风险的检核表，要来加强幼稚园内底的管控。这个新政策伫8月份会伫台南公私立的幼稚园、幼儿园来正式实施。台南市的幼儿 教育发展协会认为讲，这个政策是好意，不过更较重要的是，爱来提升老师情绪的管控。 今年5月，明代职船才逼出因控有幼儿园的教保员，甲囡仔拍头、渗水配顶无适当的管教行为。近来像安尼案件常在咧发生，特别加强幼儿园内部的自我管控，提升主动发觉甲预防事件的能力，确保囡仔安全。但是教育局带头制定教保服务机构自主风险管理的检核表，按算8月新学期正式上路。除了互阮检视一下，阮家己敢有做到，还是讲做啊有倒位有欠失，
就是无做啊好的所在，就是会使甲补强一下。有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是幼园的这个保护，第二个部分是卫生的保监，第3个部分是咱园舍这个安全啦吼。拢将有这个24项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检核的内容，来确认咱这个幼儿园的囡仔的安全。检核内容包括爱观察囡仔敢有吵闹，定期检查校园环境，嘛爱确保监视器爱保存14天以上的卫兵等，拢爱做详细记录。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肯定这个政策，不过因认为爱针对老师的情绪做管控，这是重点。另外有家长烦恼老师大头当影响照顾囡仔的时间，让我们家长有多一些保障，那当然是好。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想说，那这样是不是会造成业者在工作上会压缩到老师去照顾小孩的时间？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会对我们的宝贝是好的？是我们协会本质的照顾小孩跟让家长放心的原则，所以我们协会不定时的在举办一些提升老师的品质跟沟通的一些课程。教育局说，大家会办新政策说明会，组一个咨询辅导小组，提供改进的方式，互各幼儿园管理更加周至。市府讲未来嘛会保定时稽查，唔望教保员违法的事件莫个发生。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也来伫台北市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进前是爆出性侵害的案件，这是内底姓毛的教保员涉嫌性侵害内底几个细汉囡仔。虽讲这间幼稚园已经停业啊，也毋过案件也是继续咧探，继续咧逼。昨昏半暝啊，就有一个查甫人走去幼稚园具体的入职的所在，对2间公婴的中心喷漆。也若昨下晡嫌犯有到案，有承认犯案。也若这期间红喷漆的一间机构，伊是强调讲，因和犯本地出代志，这间幼稚园早就无关系啊，所以因已经报案要提出告诉，嘛要讨赔偿。穿乌衫底裤的查甫人摕喷漆徛伫顾婴中心前，为铁门顶到下一直喷，喷完一间换一间乌白喷漆乱画，2间铁门所留的字句会当讲差不多。几个白字写性侵幼儿的字，转来到事发现场，壁甲铁门也有留喷漆的痕。2间受害顾婴中心都是台北市私立幼儿园性侵案的所在。我们这几天其实中心这边有发现有许多不理性的民众，他可能就是自行拿手机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心的限制，但本中心系新成立之中心，与这个幼儿园也没有任何的关系。18反正1点多，台北市信义2间顾婴中心少年线起用喷漆，其中1间顾婴中心透过律师背会，甲原来的幼儿园无关系。目前已经报警提告毁损，要求爱赔偿。警方迄天下晡有找到涉案的查甫人，伊毋是事后性侵案的受害家属。毋过嫌犯讲，伊家己原来有查某囝，感触真深。对于姓毛的教保员涉嫌性侵威胁超过20个查某囡仔保保员，毋再动用私刑报复。他会觉得说，你们法律这么慢，法律都不会动，然后我今天呢是帮你执行法律，我还有错吗？他心里头会这样想。所以其实正义魔人很多时候都会站在一个自我的一个自己认为自己拥有执法权的这种错觉认知上，是伸张正义的使者。会用私刑报复，学者分析，嫌犯的心理是想家己是伫维护正义，只是对案件就算讲有较侪不满，嘛无建议用私刑来维护正义，那家己爱面临刑责，若是见在这种行为发生，恐惊会冲击司法，互法律的制度有哪无？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计投资的诈骗是掠袂离，根据警方的统计，106年到去年案件数量增加10倍。伫新北市的南口，就有一个70多岁退休做生的大头家，嘛去互诈骗集团骗去，伊甲2间厝摕去借钱来投资4500万。昨早配合警方，等嫌犯来摕现金的时，互警方掠人。嫌犯本底佫想要走，警方对天顶开枪，才顺利掠到2个嫌犯。开枪了！便衣警察双柄包抄，对天开3枪，驾驶座的查甫人从国道进前放涨落来。我以为是轮胎破掉，高速公路经常是破轮胎啊，要变。然后当时马上接着就说下来，啊，才知道哦。当到白日传出枪声，新北市南口10倍早起10点外，管区的警察埋伏，掠入面交的车主，边个监控手看视面无好，车驶就要走，摔掉伫车顶内底。远警从进前强势开枪掠人。
监控手驾车在这个八德路与文化二路一段路口在那边停的时候，范闲不愿意下车啊，甚至还打R档意欲在冲撞警察逃逸。那所以我们就立刻就对空鸣枪示警。这个监控手才拄满18岁，加入诈骗集团用假投资的骗人，假数额基金炒股票会出头，甲人按面册的广告扭起咱族群洗脑。一个70外岁退休的生意厂头家，前后面交6拐。连厝体房地产嘛摕去抵押贷款投资，损失4500万。一直要叫我再拿钱，是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求我朋友骑到高雄总部，这个就骗人家了嘛，就不回来。国内直直发生多伙人投资受害，前几日才发生新北市淡水一个65岁查某人，含车手相约见面，险些交予伊70万。台北市内湖嘛有66岁查某人，相信要买股票赚钱，结600万落去，才知影有问题。按警方的数据，民众受骗假投资106年才千外件，去年已经变11000件，7年成长10倍。看到家庭照顾者，也许是他的小孩，或孙子辈的，或者是在整个社区里面他的朋友，那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在宣导上把它扩及。假投资受骗，人数搁再增加，其中有真侪人搁是做伙人。老人福利关怀协会提醒讲，按亲友到厝边，爱加关心、加宣导，唔通互做伙人业绩的辛苦钱，一暝之间来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关心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昨昏举行头一届会议，尾也有做出3大决议，包括要吸引国内外3兆到4兆的资金来投资咱台湾重大的建设和产业，嘛要把咱台湾变作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而且要培育20万的 AI 相关人才，嘛引进12万的外国的专业人才。行政院长杜英泰主持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第1场委员会议，除了确认组织结构的章程和设置要点，做出3大决议，包括调研投资国家发展方案，要使国内外3兆到4兆的资金投资台湾重大建设和产业，打造台湾变作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推动国家人才竞争力跃升方案，培育20万的 AI 的人才，引进12万的外国专业人才。为老问题找新方法，为新问题找好方法。我刚刚也是用这样的话祈勉今天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们，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今天的决议落实。盘点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力，内部会当供给15万的人力，但是即马是欠35万人，佫需要补20万的人力入来，目标有12万的国际专业人才，包括10万的国际人才、5万的交外生和1万的所谓牧民。我们会尽快的修法，数位牧民大概全球目前估计大概有3500万，这些人都是一些比较数位的人才。那我们也希望放宽这些人来这边做work from home的一个基地。资金嘛是袂当欠的一部分。刘敬清强调讲，含较早无同，政府和业者会当对有兴趣的投资项目双向提案进行讨论，提悬意愿。保险业希望找安全投资目标，政府找8大主要保险业者成3.27兆的资金，创造10兆的经济效益。比如说像高速公路，像机场的营运。有一些比较有收益机会的，我觉得叫外资或是台商回来投资，应该机会会比较高一点。罗正英认为讲，业者会当提案加减，会当提悬投资意愿，但是政府嘛应该主动提供好的投资目标，才当使国内外的资金，和台湾的经济搁活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也若美国前总统川普进前是对媒体讲，咱台湾甲晶片的生理拢抢走台湾真好嘢，若是爱美国保护，就爱纳互美国保护费。亲张是烦恼讲，美中的科技战会搁牙悬。也若台积电伫美国嘅准托边境 ADR 就落被白拍。台积电昨昏股票介绍嘛是走低，影响咱台股。也若台积电昨下晡嘛召开法人说明会，公布今年第2季的财务报告，合并营收是大约6735亿，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有增加4成。也若针对保护费这个言论，台积电的董事长是表示，台积电对伫海外布局未改变。今晚台港两头，台积电10月是举行发说会，不过各界重点放在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最近讲是爱台湾纳保护费，真正关心台湾的供应链和台积电的美厂计划敢会有变化。We continue to expand in Arizona, in Kumamoto,
and maybe future in Europe. No change to our strategy. We continue our current practice. 韦特加强调，台积电海外设厂的计划未改变。不过，川普进前讲的这话，造成台积电的 ADR 大688%，连带拖累台股。台积电18日透早，中时落44块，上加落到986块，落破1000块。要收盘的时阵，则又转来1000块以上，收在1005块。10日台股嘛是开低走低，早盘中是大落上8点，落尾收在23398点，落371点。但是台积电公布的第二季财务报告同款是真好，合并营收是大票6735.1亿，和去年同期比是增加10.1%。暗算第三季有可能搁创新高。法人关心讲，台积电是传出口误，是先进封装产能真吃力，当时才会当强势平衡。Is not enough and in great shortage, and that will limit my customers' growth. So we are working with our OSAT partner and try to give more capacity to my customer. 强调先进封装产能会继续拍拼扩散，这是晶圆的绩效敢会挑起。为特加工，晶圆产品的定价有76%，目前和客户继续订的进度拢算好，有信心会当伫绩效和生产之间找到平衡。制程规格的往前的推进，而造成整个晶片的效能大大的提升。台积电在这个部分多收取晶圆代工的费用，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也相信他的客户端可以接受。专家分析，台积电对晶圆绩效的制定有一定的原则，无共制定的晶圆有无共绩效，未来营收和产能敢会搁创新高，市场是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进前讲，若是爱美国防卫台湾，台湾就要纳入美国保护费。因为美国国务院是对外表示，台湾一直拢有用行动来强化自我防卫。台湾向美国买军事武器，拢是台湾家己开钱，美国毋是咧做善事。若咱行政院是表示，咱已经有稳定加强国防预算，会对外证明咱台湾有自我防卫守护的决心。台海情势紧张，针对美国是毋是应该防卫台湾？美国前总统川普话讲，台湾应该付保护费。川普任内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认为，台湾国防支出应该大幅度增加，至少爱占 GDP 的5%，对着中共的军事发展。不过台湾还未下过3%。美国国务院回应，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一直是自费购买，毋是美国伫做主线事业。Taiwan has been paying for its own defense. Taiwan has been purchasing military equip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une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 military equipment that they have purchased supports American manufacturing, supports American industry, supports American technology. 米勒讲，台湾向美国购买军备关系开核安全，也对美国的经济真重要。但是美国今年军援台湾是评估了后的新做法，有助维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行政院表示，已经有稳定加强国防预算，依照具体国防需求提出务实的规划，证明台湾有守护自我的决心。外交部回应，台湾一直有得到美国跨党派、跨政府的支持。美国在这几年也是持续联合的理念相近国家。将这个台海和平稳定形成不仅是台美共识，也是区域共识，更是国际共识。不过，川普的讲法，反映经济部社论分析，唔那是半导体，那做台湾落入中共的手头，恐惊代表美国太平洋联邦体系的结束。现在除了台湾的台积电之外，美国的辉达啦，这些都是属于台湾人在掌控的。如果台湾人完全把晶片都控制在手中的时候，那美国的很多资讯产业恐怕也动不了。社论指出，中共若攻入台湾了后，一支部队上准南海，会挑工引起甲菲律宾的冲突。学者认为，美中晶片战拍甲真热，美国被建在互中国超车，嘛会尽力避免中共突破第一岛链，相关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拜登健康的状况一直受到外界关心。拜节时，拜登是第2届确诊去患着新冠肺炎，尾也是取消去拉斯维加斯演讲的行程。另外，嘛捌伫访谈中，拜登有讲过讲，若真正伫医疗方面有出状况，伊才有可能会重新评估，敢要宣告地。Mr. President,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北京一发布总统拜登确诊，要等于德拉华州家己的厝隔离休困的消息，竞选活动随行采访的记者马上冲到拉斯维加斯机场，去拜登落车坐飞机的过程。伊动作真慢，真细致，一步一步行起楼梯，全程拢无挂喙罨。医生表示，拜登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流鼻水、咳嗽，已经食第一剂的抗病毒药物 Paxlovid。电视辩论会了后，为了向外界展现拜登的身心健康无问题，竞选团队排定连续密集的造势活动。17这一天伫拉斯维加斯才结束，甲当地拉丁裔电台专访，早起就传出快胎确诊，一直伫拉丁的民权团体演讲几乎取消。I do think he needs to step down, and let Vice President lead. 消息传到伫密尔瓦斯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大会，川普支持者认为迄是拜登为健康无好找借口。I think it's fake. He's doing this just to make up for his bad presentation at the debate. 拜登进前伫美国乌兰古路电视八台访谈当中，第一摆讲到，若伊出现医疗状况，可能重新评估是毋是竞选连任。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继续关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8得到欧洲议会通过连任后一届主席。8月，即马按算要伫德国设指挥部，要负责提供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按算9月份要开始运作。Votes in favour 401。欧洲议会无记名表决，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伫724内面摕到401票赞成，284票反对，15票弃权，5票连任。伊摕到的支持比5年前的383票还佫较侪。伊伫咧投票前发表演讲，讲会投资基础设施甲工业，坚持欧洲大陆的绿色转型，也会创建新的欧洲防务联盟。Nous sommes responsables pour faire tout ce qui est nécessaire pour protéger nos citoyens européens. Protéger l'Europe, c'est le devoir de l'Europe. Alors, je pense qu'il est temps de construire une véritable Union européenne de la défense. 65岁冯德莱恩来自德国，2019年当选欧盟执委会主席，将是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德国人担任这个职位。伊带领欧盟度过新冠疫情，还有对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伊讲，所来5年的任期将会决定欧洲未来50年伫世界上的地位。伊若要伫这个8月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讲，欧洲将会可能会拖10年的俄乌战争做准备。8月会伫咧德国设指挥部，伫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command will be operational in September. It will be 700 personnel in Germany. With a 3-star general as the commander. 史托滕伯格最近伫咧8月峰会强调，乌克兰袂立刻加入8月，因过伊坚持一定会伫咧俄乌战争结束了，和乌克兰加入，来确保俄罗斯袂搁再攻击乌克兰。伫德国设指挥部也展现8月对乌克兰长久的承诺。公司新闻陈伟玲、吴继昌编辑。来看巴黎奥运，剩个1礼拜就要起鼓，会伫塞纳河举办游水和铁人3项的比赛。巴黎政府有投入14亿欧元，要改善塞纳河的水质。若即马，因的市长嘛有按照约束招聘照行，家己跳落去塞纳河，要证明即马的水真清气。跳落塞纳河中游泳，巴黎市长伊达哥伫巴黎奥运组委会主席甲巴黎大区区长的陪伴，做伙落水游泳。塞纳河边客满民众伫围看，伊达哥因河水用自由色甲水甲色，收差不多100公尺。伊讲这是梦想的头一天，总算完成这项大工程。Vous descendez dans l'eau, ça paraît naturel, ça paraît facile. L'eau est très très bonne, un petit peu fraîche, mais pas tant que ça. Et regardez la joie autour de nous. Et en plus le soleil. 伊达哥原定6月就要落水游泳，不过因为法国国会选举，国家水质的检测发现大肠杆菌超过标准，被迫延期。巴黎政府为了整治塞纳河，投入14亿欧元，防止污水流入河内。不过巴黎下水道有一寡是19世纪就有啊，路线真复杂。塞纳河是已经禁止游泳1世纪外，即马污水整治成功，奥运铁人3项加马拉松游泳会伫遮举行。不过民众对要伫塞纳河来游泳看法也是无同。Temperature's fantastic. I swallowed a mouthful of water when I went in.
tasted fine, spat it out. Now I'm, no skin problems, no dysentery. I feel beautiful. Personally, I wouldn't, but if the scientists say it's okay, well, why not? 奥运期间是毋是会当伫塞纳河举办比赛？会伫前一暝甲迄天透早决定，由一个包括运动员、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地区当局，抑个法国气象局组成的委员会来判定。巴黎奥运筹委会嘛公布备案，上歹情形就是铁人3项可能被逼，缩减做路跑甲自单车这2项，但是马拉松游泳可能会伫其他的所在进行。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香港南华早报有报讲，南韩的在野党准备要提案，要阻止南韩的军方针对台湾的议题和美国合作，要避免南韩加入去台海危机内底。因为在野党即马伫南韩是掌握南韩国规的多数，所以这个法案有可能会真正过关。有分析师就认为讲，这唔拿南韩的军方，南韩的在野党嘛希望驻南韩的美军嘛唔好去北台海的争议。来看韩国的最高法院伫昨昏判决认定同性伴侣有健保庇护养人的资格，这是韩国最高法院头一届认同南韩的同志的法律权益的保障，这嘛互性平团体认为是一大胜利，讲这是南韩这个保守国家走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大步。来看印度的北部，昨昏下晡有一架22节的火车败马，有4节车厢变过。结果是造成2个人死亡，24个人重伤，目前也搁在抢救。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咱全台湾目前有42打228和白色恐怖时期不宜为止。政府要落实转型正义，行政院是通过不宜为止保存条例，即马会甲这条例送去立法院审议，希望未来会当透过专法系统化来保存不宜历史和遗迹。总共有损害上当就会当关5年，也是罚2000万。请揭牌。行政院防列做不宜为止，因为这是228的时阵扫射群众的所在。全台湾拢总有42位228和白色恐怖时代的不宜为止。亲像原来台北邮局头前马场顶公园顶向定威权政府侵害人权的发生地，为了实践转型正义，行政院18通过不宜为止保存条例，毁损不宜为止相当关5年，罚2000万。国家对于不义遗址的重视，保存历史记忆。是了解真相、促进和解、实践转型正义的重要工程。管理机关需要于2年之内提出保存活化计划，只能延长1年哦。那但是在私有不义遗址的情况呢，我们希望在以公益性跟必要性为前提的情况下，对财产权侵害最小的原则下，展开对活化的保存。行政院讲，专法会当系统化保存不义历史甲遗迹，透过采历史标志侵害人权的解说，所谓虚拟的重建，办理纪念仪式这方式来保存，得到民众的肯定，会当促进社会的和解。我们为了让族群更融合，其实转型正义啊，然后或者在这些地方做一些纪念，然后一些文物的展览，然后让民众知道过去的历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未来文化部会做审议会来审议甲公告不宜为止的个案，审议保存活化计划甲监督辅导。不过不宜为止的保存有权来源引起关心。主要是由管理机关自行编列预算，来进行保存维护。私有不义址方面的话，我们就是会尊重私有权人的意愿，在对财产权侵害最小的原则下，奖励补助。针对全台湾64位潜在不义遗址，文化部讲，目前完成228中山堂等11位潜在先期审议作业，要等立法院审议通过专法了后，加速审议，预计2026年会完成全部的潜在不义遗址的公告。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有一间超商14暗时出现一阵南投玻璃农会要举办美人腿公主的选拔，是规定讲要限定16岁独身的女性才当参加，而且佫要求提供穿底裙、穿底裤行大步的影片，即嘛是防批评物化女性。玻璃农会赶紧修改报名规定。
卡梅笋胜利水产来南投埔里是台湾上大的卡梅笋产区，当地农会为了推广农产，一定伫9月举办焦点旅行美人推公主选拔活动，啊，毋过要求报名人爱16岁以上单身女性，提供穿短裙还是短裤，惊电视台影片有无化女性的嫌疑。毋过民众看法不同。我想去参加竞选的话，我觉得我怎样穿好看，我就怎么去这样子，不会说一定要穿短裤或者短裙。因为评比你怕不公平，所以你会立下很多的规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条件面的原则而已，并没有歧视。南投民代批评主办单位制定的参选资格甲方式完全无下现代性别观念，应该开放全年龄性别参与。埔里农会讲，美人推公主主要是爱做推广大赛，并无不怀艺术。打破年龄、性别，还有所有的高矮胖瘦。这个是我的想法。既然要推广茭白笋，它可以有很多种样子嘛。那为什么我们只要去限定未婚，然后女生，然后什么腿要多长？主要是要代言我们埔里这边的茭白笋，借这个活动来吸引国内的广大的那个朋友们来埔里这边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内险基金会认为，活动间接鼓励民众看女性身躯某一个部位，应该尊重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把女性放在一个被凝视的这个位置上面，就很像要符合某一种美，或者是得名或入围。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被翻转跟打破的。埔里农会是讲，已经公告修改报名人唔免阁提供影片，敢若提供基本资料就会使。宣布活动以仪态加词语表达占分数的6成，希望消除外界议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巴黎奥运后礼拜要开始啊！除了有运动比赛，这届阁有文化奥运，让世界各国用艺术来互相交流。即摆咱台湾嘛有接受法国巴黎的邀请，伫文化奥运当中会设一个台湾馆。因为伫台湾馆内底有表演，即摆就有一出新的戏剧或者在恁介意，要透过戏剧，让世界看到咱台湾的多元和进步。用传统戏剧比武就亲的剧情来讲同性婚姻的现代史，这是由阮剧团主导，参其他传统戏剧剧团共同创作的戏《在恁介意》，因着要到巴黎参加文化奥运。以传统戏剧向国际讲台湾的性别、人权、民主等等议题是领先世界。台湾的传统戏曲里面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板身啊，比如说比武招亲啊、三岔口这一些的段落里面，重新的对到民主的价值来新写。所以你讲同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讲你旧的文本其实足封建的，但是封建内底要安怎来甲拼出一个新的价值出来。整个文化奥运的策划，它其实是带着整个台湾原汁原味、多元的样貌，所以你会看到很重要的一个母语的再次展现。2024巴黎奥运唔但运动比赛，伫巴黎市区也有举办文化奥运。这摆台湾有我300个动态、静态艺术工作者到巴黎，伫7月27到8月初10，15天的期间带来57场演出。一定互全世界来各国的人士留下真深刻的印象。我就代表台湾多元的文化，嘛是这摆奥运的精神，讲我平权、创新、开放。呼应奥运的主题，文化部表示，这摆展演以自由之声、都市风华、当代新艺、世界共融4大主题，反映台湾自由多元的社会。唔但传统戏剧，还有其他台湾特色的电光舞台、板道、标定这款台湾美的元素，拢会伫巴黎文化奥运现场，展予世界看，认捌台湾。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中欧的国家斯洛伐克嘛，要经过武器政策的推动和革新。即马有一阵对斯洛伐克来的合唱团，因受邀请来咱台湾表演，因特别拨时间去中华，去参访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来互相交流本土语言的推广和保存。
来自斯洛伐克的囡仔体验台湾乐器铜锣，阁有人台湾的布袋戏红仔，大家人拢算甲喙笑目笑。因是斯洛伐克的合唱团，受邀请来台湾演出，特别拨时间来中华参观台语文创意园区。有关怀本教基金会的董事姚嘉文导览，小解台湾文化。现在斯洛伐克有一寡老师也讲英文，那其他语言是袂通，但是因感觉足好奇，讲台湾这种所在吼。因特别就爱看布袋戏啊，布袋戏已经吼，布袋戏啊，伊就爱看这种耍，感觉足有趣味啊。这摆的参访活动是对欧美文化真有研究的高尚名作家直接牵成。伊表示，斯洛伐克的历史发展嘛捌经历母语政策的觉醒甲推动，透过参访活动会当互相交流，安怎保存推广本土语言。因为斯洛伐克嘛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语言学家，伊的名叫卢多维希杜，伊就是制定斯洛伐克即卖的标准语，所以因来到遮，因有法度真深的发现讲，台湾甲斯洛伐克原来有遮侪相像的所在。Veľa rokov obdivujeme Tajvan a máme tu veľa skvelých priateľov. Vaša krajina je nádherná. Jazyk je veľmi zaujímavý a pre nás znie tak veselo, pretože aj vaši ľudia, keď rozprávajú, sa vždy usmievajú. 除了布袋戏，阁有歌戏、台湾电影、歌谣这类电视。台语文园区表示，语言代表的是一个文化发展，真欢喜有安尼的国际交流活动，和外国朋友有机会认捌台语的水，了解台湾的在地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这几年，咱台湾和捷克关系嘛是愈来愈好，除了伫经济和贸易方面有交流，另外伫文化和旅游嘛拢有合作。即马伫捷克，就有一个由台湾人成立的旅行社，创办人讲，根据因的观察，即马伫捷克，台湾相关的新闻有愈来愈多，而且即马伫捷克的人听到台湾，袂甲咱当作是泰国。这样城堡是这一大区，我们后面的人在慢慢的上来，你们可以看到。行伫捷克的城堡区，导览员哪讲哪带民众一步一步行。带团的旅人事务所是由陈嘉玲甲甘定如2012年所成立的旅行社，一个是为着读册，一个是为爱走天涯。因讲因毋但是提供深度的游艇，为台湾人伫当地创造工作机会，嘛是因真要义的代志。希望会当帮助台湾人伫商业市场有更较好的竞争力。因来就是来读册啊，也毋是讲家庭的关系，就会来遮捷克。想讲做看卖，全部拢是台湾人，互相照顾，啊嘛加一个收入。最近这几年，台湾和捷克政府伫咧经济贸易等等的交流愈来愈多。捷克搁伫6月伫台湾设一个捷克中心台北，要推动双边的文化旅游等等的合作。长期住伫捷克的陈嘉玲表示，伫民间上明显的改变，都是听到台湾的国名，袂搁互人当作是泰国。最近就是台湾跟捷克政府有蛮多的新闻，在捷克的媒体上其实也都有曝光率。比起我大概7、8年前来的时候，你只要跟大家讲台湾，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是泰国，因为台湾跟泰人就是很相似。那你现在跟大家讲台湾，他们就知道台湾是哪里，然后台湾是怎么样的国际情况。现在另外一位创办人甘定如是认为，欧洲人要是较惯势伫咧欧洲旅行，若要推动愈侪捷克人来台湾观光，政府要是爱去拍拼。我目前营业快2年看来呢，捷克当地受益是比较多。那我也希望我们台湾以后未来可以多提供一些方案，让捷克政府再愿意把他们的人才输出到台湾，然后或者是更加的打广告，到我们去台湾旅游，那为我们台湾带来更多的收益。虽然伫代志友好这方面，两位创办人有无共观点，不过对因来讲，会来创立旅行社，嘛是希望会当真做促进台湾和捷克互相交流的平台。伫咧带团导览的时，甲引导伫捷克的生活观察，甲当地的文史分享，互来佚佗的台湾人了解。记者卢尚珠、柯炳哲捷克报道。咱两国开始互相交流，会当对2010年捷克嘅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带团来咱台湾访问讲起，两国关系就更进一步。韦德奇的故乡就伫土耳其，这个所在有保留侪15世纪、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这个所在嘛，互联合国列做世界遗产。因在发展观光的时，因的市长是表示，因上界重要的是会顾好市民的生活品质。
这个跳跃市中心的广场，规排彩色水和秀面拢无共，随间那像伫看红仔册。上天台湾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就是住伫遮，真侪徛街讲堂、城堡顶顶，拢是自15、16世纪保留到呾。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有布洛克风格的，有加迪风格的，嘛因为保存甲真完整，跳跃伫1992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世界遗产。Bořit a stavět něco nového je velmi jednoduché, ale uchovat to podstatné, to důležité, to, co nám naši předkové nechali a starat se o to, to je, si myslím, co bychom měli dělat. Tourists for Telč are good because they can visit our town and Telč is a very beautiful town with cultural history. 市长表示，跳跃居民文化认同真悬，多数人拢希望会当保留城市的文史，才无翻新做现代的建物。而且，这些历史建物拢是私人财产，要具体使用。居民认为，维护文化是因的骄傲，政府的帮助是占真少。这和台湾的观念并起来，多数总是希望由政府来维护历史建物是真无共款。另外，为着要互居民伫遮会当好好过生活，市府在散步的河边嘛拢有设置种册椅啊。Toto je takzvaná čtecí lavička, kam můžete přijít, vzít si knihu, posadit se a v klidu si zde číst. Knihu si můžete půjčit i domů, potom ji vrátíte nebo přinesete i jinou knihu, zase někdo jiný si zde může počíst. 跳跃4颗围后山的湖包围，市长讲设这种椅仔，就是希望民众会当哪看册，哪欣赏大自然。伊讲跳跃虽然无像一寡历史观光景点有过度观光的情形，伊希望透过各种公共设施，互住伫遮的人会当保持好的生活品质。Nejdůležitější pro každého starostu jsou místní občané. Především ti se musí ve městě, ve svém městě cítit dobře, protože jsou tam doma. Turisté jsou tam opravdu jenom na návštěvě. 跳跃市长对城市的治理是希望讲发展观光的时阵，同时嘛就要兼顾人民的生活。伊希望讲咧住伫遮的居民，拢会当继续享受因的生活。伊认为这是每一个做市长的责任。以上是记者卢尚书、柯秉哲伫即刻的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离即马1亿6千万年前，史上保存甲上界完整的减量化石拜祭的时，伫纽约用新代票14亿5千万的价销拍卖出去，是真做有史以来化到上悬价的恐龙化石。也毋过有学者即马就惊讲，若是化石变做是私人的收藏，安尼会去影响到科学研究，所以这项拍卖也引起议论。Last Chance Adam at $40 million. Fair warning, it's with Jodie Pollock at $40 million. Shall I sell Adam? At $40 million then. That's yours, Jodie. Sold! 全球保存了上完整1.6亿年前的剑灵化石，17日纽约索比拍卖，价值是4460万美金，大概新台币14.5亿。这是历史上价值上悬的恐龙化石，买主身份保密无公开。索比讲，这只剑灵的指标性骨架化石大概悬有3.35米，按片仔到尾率是将近8.23米。原本的319块骨头，有254块也保存了真好势。索比佫用刻石钢架展现要攻击的形态。若即款化石甚至有关再严的现象，意思是讲，这只剑灵可能活到不止啊多。It's about 79% complete, and that is based on how much of it is actually fossil bone, how much of the bones were actually found. 这只剑灵毋是头一只互拍卖的恐龙。1997年，一只博灵的化石卖840万；2020年，另外一只博灵卖3180万；2020年，索比拍卖全法语怪灵化石，价值是600万。古生物学家忧心讲，有教育意义的恐龙化石走去私人的手内，一般人就无法度踮喺博物馆看到。毋但是失去科普教育的机会，嘛有可能影响到古生物学的研究。公司新闻新录杯编译。加在关心各地台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加27度，上悬是37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5度；
外岛28度至39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